and gentlemen， 歡迎大家嚟到有時尚奧斯卡之稱嘅 Met Ball， 今年主題係中國鏡花水月。Met Ball 自1946年起喺紐約舉行，係當地最大型嘅時尚 show。近年越搞越大，每年由世界各地嚴選多達700位時尚名人㗎，所以香港時間尋日凌晨有份出席嘅地位都肯定係世界級。嘉玲啊，係香港女星唯一代表，孖住今年展覽藝術總監王家衛啊。李冰冰留前鬥後玩露背，范冰冰就披紫禁城為題色彩嘅金綠藍斗篷，似黃袍加身。我都中意李冰冰嗰套，因為咧係好簡潔啦。我都揀范冰冰，佢嗰個華麗咧用咗好多心機嘅，又將即係啲龍袍啊嗰樣嘢咧放喺個披肩度啊咁。雖然係好誇張華麗，但我都覺得值得俾呢個credit佢咯。章子怡咧，我佢套衫係本來係唔錯嘅，但係唔知做錯咗啲咩咧，變成妹仔衫咯係。我覺得鞏俐嗰套最靚咯，即係最有中國味道啦，同埋亦都好性感啦，即係將中國衫平時 show 唔到嘅性感去 show 咗出嚟咯。唉，章子怡唔止衣着輸咗俾同樣係謀女郎嘅鞏俐，仲喺身份、愛國人氣、年齡測試都輸埋添。先講身份啦，鞏俐今屆以展覽聯合主席身份現身，同樣都係聯合主席嘅佢哋，齊以服裝、繪畫等探討中國設計美學對藝術創作嘅影響。咁德高望重，外電報鞏俐嘅篇幅都遠超章子怡，以為咁就完？睇下近期 hit 爆嘅 How Old Do I Look？ 49歲嘅鞏俐評為27歲，36歲嘅章子怡呢就評得35歲。鞏俐嘅相片歲數仲冠絕一眾內地女星添，讚佢艷壓群芳，絕對實至名歸啦。